凌晨3點嘅時候呢，你嘅 BB 又醒啦。今晚已經係第5次啦。你輕聲安撫餵咗啲奶，佢又慢慢咁眯埋隻眼。你終於呢都鬆口氣，放低佢，準備返去瞓覺嘅時候，但係就喺你啱啱瞓低，準備再瞓嘅時候，佢又醒咗啦。到底佢係真係肚餓，定係單純唔想瞓覺呢？你並唔係唯一一個。全球有40% 以上嘅 BB 喺6個月之內仍然都會頻繁夜醒，令到爹哋媽咪崩潰。而大多數嘅人都會覺得佢係咪未食飽呢？但係事實係 BB 半夜醒嘅真正原因唔一定因為肚餓。咁究竟係點解呢？今日我就要話俾你聽3個關鍵嘅原因，仲有係點樣幫助 BB 喺2個星期之內減少夜醒，令到全家都可以瞓個好覺。BB 半夜夜醒嘅3大原因係咩呢？好多爹哋媽咪都認為 BB 半夜醒就一定係肚餓啦。但係如果你嘅 BB 咧已經5個月以上，而且日頭攝取嘅奶量足夠，咁樣佢嘅夜醒嘅真正原因就可能係以下呢3個。第一個原因 ，BB 仲未學識自主入睡。你有冇發現呢 ？BB 都仲係食住個奶嘴，飲住奶或者係被哄睡之後先願意入睡。呢個呢就叫做睡眠依賴。BB 呢就習慣用咗特定嘅方式入睡。當佢進入輕度睡眠嘅時候呢，如果環境唔一樣，佢就會驚醒。想象一下，今晚呢你喺梳化嗰度瞓着嘅，但係半夜醒咗嘅時候就發現自己攤咗喺張床上面，你會唔會覺得好驚呢？呢個呢就係點解 BB 醒咗，佢唔係肚餓，而係環境變咗，佢唔知點樣自己返去再瞓。呢個係關乎分離焦慮。喺睡眠週期轉換嘅期間，媽咪本來抱住，但係唔見咗，咁樣係咪好可怕呢？解決嘅方法係幫助 BB 學識自己入睡。瞓覺之前唔好抱到 BB 瞓着先放低，亦都唔好喺佢半睡半醒嘅時候放低佢自己入睡，而係要喺佢清醒咁樣放喺床上面。慢慢減少奶嘴、搖晃、拍背等嘅方式，等佢學識自己獨立入睡。第二個原因，日頭嘅活動量唔夠，能量仲未消耗完。你有冇聽過日頭越攰，夜晚就會瞓得越好呢？其實呢句話呢就唔完全正確嘅。日頭活動量不足，反而會令到晚上瞓得唔好，但係太多嘅話呢，又會過度疲累，容易醒。所以呢，就要取得平衡啦。點解呢？ BB 嘅身體係需要適量嘅活動嚟幫助釋放能量，等大腦建立一個日頭同埋夜晚嘅概念。但係如果日頭太無聊嘅話呢，佢嘅大腦其實就冇準備好要深睡，導致夜晚嘅睡眠質量會變差。解決方法呢，就係增加日頭嘅活動量啦。日頭呢，至少有30至60分鐘嘅 tummy time， 即係趴喺度玩啦，多啲同 BB 互動、唱歌、拍手、玩玩具等等。每日呢，都至少要有10至15分鐘嘅戶外陽光時間，幫助大腦分泌褪黑激素，調整生理時鐘。當 BB 日頭嘅能量被完全釋放嘅時候呢，佢夜晚嘅夜間睡眠就會更深同更長啦。第3個原因，夜晚嘅環境仲未有睡眠信號。好多爹哋媽咪呢，喺半夜餵奶嘅時候就會開燈啦，同 BB 講嘢，拍下佢，甚至拎個手機碌下。但係呢啲行為呢，就會令到 BB 個大腦以為而家都唔係夜晚，仲可以玩。其實 BB 嘅生物鐘呢，係高度依賴光線嘅，只係光線稍為光一啲呢，佢嘅大腦就會開始分泌清醒激素，令到佢更加難以再次入睡。解決嘅方法呢，就係打造一個深夜嘅模式啦。瞓覺嘅時間呢，房間會要100% 嘅黑暗，要使用遮光窗簾。半夜餵奶嘅時候呢，就要用最細嘅燈光，紅光又或者橙色嘅小夜燈。唔好同 BB 講嘢，又或者只係講1、2句，唔好過度安撫，令佢知道呢個係夜晚，唔係遊戲嘅時間。呢啲小細節呢，好似唔係好起眼咁樣，但係對於 BB 嘅睡眠影響係非常之大嘅。咁最重要啦，點樣幫助 BB 嘅夜醒減少呢？總結3個關鍵嘅步驟，令到 BB 喺2週之內減少夜醒。首先，第一，要幫助 BB 學識自己入睡，減少對外部嘅依賴，例如奶嘴、哄睡。詳細嘅方法呢，可以去 IG 嗰度問我。第二個方法，日頭增加活動量，確保晚上嘅能量能夠釋放夠，瞓得夠深。第三，優化夜晚嘅環境，令到 BB 進入深夜模式，唔好再誤會以為係玩嘅時間啦。呢啲方法呢，唔係一夜之間見效嘅，但係只要持續咁樣執行，你就會發現喺第3至5日 BB 夜晚嘅醒嘅次數會開始減少，喺第7至10日入睡嘅時間會縮短，半夜仲會更加容易再次入睡。去到第14日
大多數夜醒嘅情況已經有明顯嘅改善啦，爸爸媽媽終於可以瞓得更加耐，你都可以做得到㗎。結論係真正令到 BB 夜醒嘅唔係肚餓，而係呢啲隱藏嘅因素。如果你嘅 BB 每晚亦都係醒5次嘅話呢，記住呢3件事：第一，佢可能仲未學識自己入睡，而係依賴外部嘅幫助；第二，佢日頭嘅活動量可能唔夠，導致睡眠週期唔穩定；第三，佢夜晚嘅環境可能太光辣、太多刺激，令到佢冇辦法深層睡眠。當你調整咗呢啲問題嘅時候呢，你就會發現你嘅 BB 夜醒次數減少咗啦，入睡更加快，而你終於都能夠瞓個好覺啦。如果你對 BB 嘅睡眠又或者以上嘅內容有任何問題，自行入睡課程嘅同學可以直接拉或者 Telegram 我比較快，其他嘅讀者請留言，我全部都會回覆。想學習完整嘅14晚自行入睡計劃同埋小睡訓練，並且獲得2年內無限1對1諮詢，點擊描述欄嘅網頁，睇下免費課程嘅試看部分，你將會揾到幫助全家安睡嘅方法。祝你同埋 BB 都能夠瞓個好覺。Dreams so lovely, dreams so